大本乞食若无去都市，伫庄脚所在行搭，免啊分有食。阮啊着真本分，伊分食路线固定，就伫家己的区，中间有桥仔头街仔较闹热，伊着人过无分。阮啊规世代就是老摇人，去食无分家己的庄头。老摇庄，阮啊嘛毋捌伫遐分，有影是真专业的去食。毋若安尼尔，大部分的庄脚人上济是闲钱，去食来分，袂互人空手转去。若无互伊一缸米，嘛会互伊一条大条闲钱。阮啊一逝路分落来，家子仔甲布袋，毋是米就是闲钱，重款款。伊歹食的物件，行几啊里路，毋捌看过伊咧化忝，结果是甲人分一后，滚水啉一个，着搁行。做去食，若无阮仔的体力，嘛真学趁食。阮仔无论人分伊闲钱米，伊拢会抢去食掉，甲人诚恳说多谢。用即时少年兄做的标准来看，阮仔算是真酷的人。伊规年透天穿的衫裤拢共款，无论寒热，阮姨仔若看我热人，阁毋知通烫长黄衫，着骂讲哪空阮仔咧，毋知寒热拢迄身躯。阮仔的衫裤是布料搁再布。各种灰色的布料都有，便若有布喙仔，拢挺好扣来补。规身躯花白利鸟，比即阵的囡仔挑工甲好好衫裤加破，才补一只一只无共色的布料较久。伊拍的家齿仔比即阵时行的牌仔较芳。伊阁毋知伫倒位捡着一副乌人的目镜，热人一头马时牵起来，真是迄个时代的乌狗兄。长红的金门王甲李炳辉，还无30几年前的伊遐俗。阮仔歌喉真赞，去一条伊唱甲会牵丝。头家啊，你有量小本一个，歌词看人看所在，甲本意的物件随时家己编，会使讲是古代的吟游诗人。诗人陈明仁先生若生伫迄个时代，凡世会使拜伊做师傅，阁学几步啊。我捌听过伊哪行哪唱，山顶的乌狗兄，尾啊迄几句，乌雷滴，伊比洪一峰较敖牵。阮仔爱唱即块歌，我想伊感觉家己是一个乌狗兄，遐拍，有安尼议量家己。即时我知影即块山顶的乌狗兄是日本歌改台语词的。即块歌原本的歌名是《山仔路人气者》，意思是山顶上有人气、上有名声的人。迄时阮仔伫阮迄块位啊，人气一流，正是阮遐人气发烧的人物，无毋对。我犹豫，阮仔是迄时一个稳顿伫庄脚的知识人。智慧人物，